都有那些香港品牌在內地設廠。維他奶作為香港經典飲品品牌，自1994年便開啟內地設廠之路，先是在深圳設立生產基地，隨後逐步拓展至上海、佛山、武漢、東莞等地，搭建起完善的生產體系。主營產品涵蓋豆奶、茶飲料、果汁以及植物奶等，滿足不同消費者的口味需求。加多寶作為涼茶領域的代表性品牌，1998年起在廣東省東莞市長安鎮設立首家內地工廠，之後基於市場需求，又陸續在北京、浙江省紹興市、福建省等地投資建廠，專注於涼茶及功能性飲料的生產，助力涼茶文化在內地的廣泛傳播。嘉頓則更早進入內地市場，1985年就已在廣東東莞投資設立華家食品有限公司，後續又在東莞茶山、江蘇揚州設立港陽食品有限公司等生產基地，主要生產麵包、餅乾、蛋糕等烘焙類食品。憑借穩定的品質，積累了大量內地消費者。屈臣氏雖在2025年才在佛山三水投產智能生產基地，但該基地規模可觀，佔地約120畝，是其在國內最大的生產基地，可生產飲用水、蘇打水、果汁等全品類產品。此外，維記牛奶1994年在廣州黃埔設廠，專注於鮮奶、酸奶、淡奶等乳製品。蘇薩國際在湛江、佛山、珠海設廠生產生榨椰子汁等植物蛋白飲料。楊協成在廣州、廈門設廠製作果汁、茶飲料及調味品。太古可口可樂更是在廣東、上海、江蘇、四川等多省市設廠，生產碳酸飲料、果汁和飲用水，全方位覆蓋內地食品飲料市場。